43歲江美儀同馬國明連場咀咀，網上爆紅。啲雲換對手，轉有中坑張兆輝黑絲兒加料倒奶。咀完馬明有張兆輝黑絲兒加料倒奶。人稱黑絲兒嘅江美儀，由劉松仁、吳卓羲到馬明，熒幕前食盡老中青。喺《衝上雲霄2》裏邊幾場床上戲，黑絲兒再度喺網上爆紅，即刻成為廣告商嘅搶手貨。老友張兆輝出動人情牌，加埋6位數字嘅高價，先至氹到江美儀落搭啊！拍攝廣告當日，張兆輝化完妝，起身嗰陣即刻為江美儀掃下張凳先，散下熱先俾江美儀坐，真係服侍周到啦！哇！江美儀一落場，雖然冇用黑絲襪，但係就有激汗激心事業線，加晒料倒奶。差唔多拍到尾聲，男朋友終於殺到，見到女友鬼火咁性感，吳君祥仲猛話勁勁勁啊！旁邊江美儀笑到鬼咁甜啊！江美儀今次仲特登出動埋佢隻狗狗 Teddy， 吳君祥仲話要幫 Teddy 出寫真同紀念歌一較高下。呢排黑絲兒講嘢都精警兼有骨，佢話捧狗仔好過捧人仔，起碼佢唔會話走就走喎。龍小菌都應該收到啊吓。